咁中間咧，咁啊藍衫橙色眼罩電信驕陽上咗啲啦，外邊咧仲有呢隻有得型啦，後啲噶嘛粉紅衫大面箍，咁啊第8位攞出去外邊咧，仲有好節拍啊，同埋英雄豪邁埋邊搏威，人人有餘啊！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新力透出咗啊，跟住佢跑嘅馬咧，有電信驕陽橙色眼罩追，外邊咧仲有東來欣賞啊，內欄嗰邊輕功猛男人人有餘都追啊，不過唔夠位，大外檔好節拍依家嚟啦，最後50米都好節拍，逢馬過馬山上嚟，直追新力，第3名輕功猛男，第4名呢係東來欣賞啊！以為新力呢都好有機會嘅時候，3幾個箭步呢，外邊呢隻好節拍，先過東來欣賞，再過輕功猛男，終點前直追新力啊！第3名係輕功猛男，第4名外邊東來欣賞，埋邊人人有餘，冇位喎。好啦，保中啦呢匹好節拍啊！沈集成馬房咁啊，成哥準備生日啦，咁啊都有賀壽馬先，好節拍。跑第2名係7號馬嘅新力，第3名輕功猛男，第4名東來欣賞。我真係人人有餘啊！慘啊！喺個馬廄入邊都冇機會望空。咁你係後追喎。